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共读诗篇第96篇，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诗篇第96篇，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伊比所有的神明应该搁较受敬畏。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毋过上主创造这个天。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关联甲荣光充满伊的圣所，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荣耀甲关联归互伊，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互伊，着带祭物进入伊的殿院，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全地着伫伊面前行行避避窜，着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坚固袂动摇。伊要用公义审判万民，天着欢喜，地着快乐，海甲迄内面的活物拢着出大声，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树林内的树木拢要伫伊面前欢喜唱歌。上主得来啊！伊要来审判普天下，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伊要用信实审判万民。今天这首诗篇96篇，可以对照的是历代志上的16章，23节到33节哦。那历代志上的第16章的20是讲到了呢，就是大卫他请人将上帝的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中来送到耶路撒冷，并且呢把它放到所搭的帐幕，那时候还没有盖圣殿，是在帐幕当中，在那里献祭。那大卫也安排了利未人，那有诗班，还有俄别以东，还有祭司，还有弹琴、鼓瑟、敲拔、吹号，好，那在那边来服侍赞美。那在历代志上的16章，大卫有一首的颂赞之歌，这是当时这些诗班他们所唱的歌。那讲到是大卫第一次指派这个亚萨和亚萨弟兄来赞美神。那这一首诗歌呢，历代志上16章的诗歌呢，是包含了诗篇105篇，还有诗篇96篇，还有诗篇106篇。那其中呢，诗篇96篇是完整的96篇都在这首颂赞之歌的当中所以我们会有似曾相似的感觉，要向耶和华唱新歌那这首诗呢，这首诗篇96篇也在我们的起应文当中的第23篇。那在旧约的希腊文就是74译本呢，要讲到说这首诗是被掳后建圣殿时大卫的诗。不过我们对照历代志上16章，那也知道这还没有建圣殿，是大卫迎接约柜的时候就来唱这首的诗歌。所以我们可以用大卫迎接约柜进耶路撒冷这样的欢呼喜乐对照我们昨天有读过的诗篇95篇，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人的磐石欢呼，然后呢还要来要匍匐敬拜，在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拜。那像这样子呢都是一个颂赞赞美充满欢乐拍手跳舞这个的一个赞美的盛况那这首诗篇96篇呢，可以分为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1到6节，讲到呢颂赞神的荣耀。第一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国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因万民的神明都是虚无，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好，那1到6节呢，讲到说你们呢，就是如果是大卫，就是所有的以色列那时候还没有分裂是所有的以色列12的支派
都要向耶和华唱新歌。那全地呢，好，就是所有地上的人，好，都要向耶和华来歌唱。而这歌唱呢，要有内容，唱什么呢？称颂他的名。这首歌呢，就是要跟神的名有关。还有这首歌要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这首歌要让大家可以朗朗上口，哦，可以天天唱，好来称颂传扬神的救恩。还有呢，传到列国，好，那在这首歌要在列国中述说他的荣耀，还要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好，所以这首歌要称颂，要传扬，好，要述说神的荣耀和神的奇事。好，那为什么呢？第4节，因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好，所以跟诗篇95篇一样，他是伟大的神，是我们的神，所以他在万神之上，好，当受敬畏。所以这首歌呢，新歌呢，是要颂赞神，超越一切的神。第5节，因万民的神明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哦，就是其他的神明呢，哦，都是从虚空中而来的啊，并没有说他是自有拥有的，好，并没有说他这个世界是他所创的。但唯有这位神耶和华神上主呢，他创造了诸天，创造了世界，还有尊荣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所以这个是一个至圣的地方。当迎接约柜来到的时候呢，就会发现神真的是一个大能的创造者。所以呢，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赞美神呢？好，大卫想出来的就是用诗班。在摩西的时代是没有这样，但到大卫的时代呢，大卫想出了这个，可能是大卫他是头一个好用这个诗歌，用敬拜赞美，好用颂赞的歌，好来敬拜神。好，是真的是突破好之前的敬拜的方式啊。好，第二段呢，好是第7节到第9节，讲到要把神应当得的荣耀、敬拜、尊崇都归给他。第7节，民中的万族啊，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敬拜神圣荣耀的耶和华，全地都要在他面前颤抖。所以这首唱新歌，好向神歌唱，好，他可能在呼吁子民，好，所以我们从历代志上，好看到的确就有很多人写歌，用乐器来谱曲，然后他们组成了这首诗歌，教大家怎么样一起唱，而且能够唱得整齐，还能够唱得感动人，还能够在那边来歌颂，好，能够用这些的乐器。而这首歌呢，要表达的就是把所有世上的荣耀能力都不要归给人，也不要归给其他的神，只有归给上主耶和华，把神的名所当的荣耀归给他。用供物好来敬拜，好用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敬拜神圣的荣耀，全地都要在他面前来颤抖啊！然后颤抖就是要敬畏的心，而不是随随便便，好，而不是轻看或轻视啊！所以在敬拜当中，在赞美当中，好，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用我们的全人，把所有的荣耀能力，好，都归给神。所以当我们虽然在地上可能是一个有辈分的，是一个有身份的，是一个有地位的，但是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屈膝，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服服，就是把我们一生所累积的，通通都像供物一样，好来归给神。最后一段10到13节诗人呼召所有的万物万族都要向神欢呼。第10节，要在列国中说，耶和华作王了，世界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万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信实审判万民。这首诗的最后呢，真的是一个充满赞美，
充满了颂赞。因为呢，神作王，这个画面呢非常的鲜明。就是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耶路撒冷这个国家的王不再是大卫王，耶路撒冷这个国家的王也不是过去的这个扫罗王，而这个王呢是耶和华上主作王。而当上主作王，不是只有这个国家以色列坚定，连世界都坚定，不再动摇。而神呢，只有神作王，才能够按公正审判万民哦。这是大卫他所相信的，所以他也把它写在歌里面，唱出来，教大家来唱。那在这首诗歌当中，好，这样的欢呼呢，好，是不是只有人间的欢呼？不是只有耶路撒冷欢呼，是愿天都欢喜，地都快乐，甚至海洋，还有海洋的生物呢，都充满了澎湃啊！这澎湃就是发出大的响声哦。我们知道海里面的动物都不太像陆上的动物或是天空的动物会发出响声，但是连海里的动物都要发出响声，好来颂赞神。好，这是神他当得的荣耀和能力。还有不是只有在海里，连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好，所以田园的产物也都要来用赞美神。好，所以耶和华就好满满山中的白灵溪，山顶的百合花，好，都是在赞美神的一种，他们都在他们的各个地方来赞美神。好，连白鹭鸶、连百合花都会赞美神。我们更有本钱，更有能力，更有更多的方式，用诗歌、用拍手、用跳舞、用打鼓，好来赞美神。那时林中所有树木都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要按公义审判世界，也按信实审判万民呢。所以这个场景呢，就是这首诗的诗人他所期待的，就是这个神，他是真正的明察秋毫，他能够真正的辨别善恶，他是真正的能够断定是非，真正的是一个信实良善。能够让这个世界上有最真正的公义，而这一切呢，大卫他自己做王，他知道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只有神来了，只有神能够做到。但是这个神来了呢，不是将来神来的，而是约柜来了，就是神来了。约柜来了，就是上帝的同在；约柜来了，就是上帝的公义、信实都要临到这个地和这个地上的百姓。所以今天这首诗篇96篇，其实我们也可以对照的是诗篇的89篇的第1节，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这首诗篇呢，也是一种用诗歌来诉说上帝他的作为，而我们都很喜欢唱歌。其实我们也可以写歌，我们也可以创作歌，把心中对神的感动换成谱出旋律来赞美神。而这样的旋律呢，真的是能够感动世人，能够感动好几代的人。像啊、我们现在所唱的圣诗，可能都是300年前、400年前，甚至500年前，他们所写下的歌词、所谱的曲，到今天依然能够感动或许我们的文章不一定能够像保罗的书信，能够像彼得的书信被记载在圣经当中，但是当我们对神的赞美颂赞谱成一首美丽的旋律和乐曲的时候呢，的确是能够像耶和华就和摩摩一样能够感动千千万万的人，能够来颂赞神奇妙的作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向你来唱新歌，我们要歌颂你的名，要传扬你的救恩，要在列国中述说你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你的奇事。求你将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一切的荣耀能力都出于你，也要把所有的荣耀能力都归于你。透过我们的敬拜赞美，透过我们在你面前所唱、所做、所献上的，能够愿使你的名得到最大的荣耀。也求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你作王，
你使我们的世界要坚定，不得动摇。你要按照公正来审判全地，审判万民，审判世界。按着你的话语是信实的，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审判当中，来平安喜乐的度日子。让我们知道，上帝你的信实、公义和慈爱，必要世世代代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献上赞美，也愿你是我们所心中的歌、心中的旋律，都能够成为最美好的见证，与人来分享，能够使你的名永远被人所尊崇。我们这样子祷告、祈祷、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大家平安。